大家好，歡迎嚟到英國 Leo Sir 嘅頻道。我哋今日想探討一個俾好多家長忽略，但我認為係一啲好重要嘅問題，就係小學生嘅焦慮問題啦。你有冇曾經發現過小朋友變得好容易煩躁，好驚返學，甚至經常話好痛啊、頭痛啊，跟住想唔返學咁樣呢？咁其實呢啲可能並唔係偶然，而係焦慮嘅表現。焦慮嘅問題唔係淨係青少年嘅專利嚟嘅，越嚟越多嘅小學生都開始面對以前我哋細個冇面對嘅壓力。咁我哋今日就想睇下小朋友嘅焦慮嘅來源係乜嘢，家長點樣可以察覺到，又或者點樣幫佢哋呢？我哋先講第一部分，小學生焦慮嘅來源喺邊度？其實小學生焦慮嘅來源可以好多嘅，以下幾點係比較常見嘅。第一 ，social media 社交媒體。而家嘅小朋友比起我哋以前，佢哋會更加早接觸社交媒體。而好多研究亦都指出，社交媒體好多時都係一啲淨係俾你睇最好個面。咁小朋友會好不自覺咁同別人去比較嘅，覺得自己我唔夠好，咁從而會產生咗焦慮啦。第二 ，competitive 同埋有 pressure， 即係學業壓力同埋競爭嗰方面。因為而家嘅升學壓力唔係淨係小學升中學咁簡單嘅，好多時候從幼稚園升小學就已經開始㗎啦。我相信好多家長呢一方面甚至比我更加有經驗。而學校嘅考試排名甚至老師嘅評價，全部都會成為小朋友嘅壓力來源。第三點，有啲家長可能唔發覺，就係小朋友嘅焦慮其實係嚟自家長嘅，因為係家長無意中傳遞咗啲焦慮俾個小朋友，例如不斷強調考試成績，經常攞自己嘅小朋友同其他嘅小朋友去比較，咁樣都會令到小朋友去產生害怕失敗呢個心理。喺第二部分，我想分享一下我見過嘅真實案例，因為我見過呢兩個真實嘅案例，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其實呢兩個小朋友嘅數學成績係差唔多，年齡都差唔多，但係家長嘅做法係完全唔一樣，導致咗截然不同嘅結果。第一個家長對於小朋友嘅學業係非常焦慮嘅，經常喺屋企會檢查佢哋功課做成點啊，而且會好嚴厲咁批評嘅錯誤。結果呢個小朋友喺考試嘅時候就會好緊張，甚至會有胃痛嘅情況出現。咁我相信係因為壓力過大。而另一個家長就係會選擇陪伴嘅小朋友去解決問題，耐心去引導，而且會鼓勵小朋友一步一步咁去克服困難。咁結果呢個小朋友雖然偶然會遇到挑戰，但係呢個小朋友更加有自信，而佢亦都唔會因為考試嘅壓力去感到焦慮。嚟到第三部分，家長可能會問，咁我點樣辨認得到小朋友有焦慮嘅問題呢？我會有幾個建議，就係一啲常見嘅表現嚟嘅。第一，情緒化嘅行為，小朋友可能會變得好容易喊啦，對學校會產生抗拒嘅心理。第二個就係一個生理嘅反應，經常會有胃痛啊、頭痛、失眠等等。第三係社交嘅問題，咁可能會開始迴避同學啦，或者佢會非常之依賴老師。而第四係關於學業成績㗎。如果你發現忽然有一啲好大幅度嘅波動，而且佢哋注意力冇辦法集中，甚至我見過有啲小朋友係過度追求完美，符合咗其中幾項可能係初期焦慮嘅徵兆。第四部分，家長應該點樣去應對呢？當小朋友表現出焦慮嘅時候，家長應該點做？我認為有3個有效嘅方法可以俾家長參考一下嘅。第一，聆聽同埋理解。聆聽永遠係非常之有用。當小朋友話我唔想返學，好多時候家長就即刻會有責備啊，要逼佢返學咁樣。其實你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諗一諗，你應該問下佢究竟發生咗咩事令到你唔想返學，嘗試揾出背後嘅原因，俾小朋友有機會去表達自己嘅感受。第二，正常化錯誤。咩意思呢？其實錯誤係 OK 嘅，OK to be wrong， 犯錯係正常嘅一部分。我哋要鼓勵佢哋從錯誤入邊吸取教訓，而唔係害怕失敗。第三，家長對於小朋友有期望係啱嘅，但係個期望一定要合理，令到小朋友可以達成嘅目標，而唔係定到個學術嘅標準太高，咁樣可以減少焦慮嘅。嚟到第5部分，亦都係最後一個部分啦。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幫助孩子去減少焦慮呢？咁方法可以有好多嘅，但係我會建議以下呢3個方法。第一，你要俾小朋友學識去放鬆，你要鼓勵小朋友去參加一啲自己中意嘅活動，可以係畫畫啦、運動啦，甚至星期六、星期日家人共度時光，呢一種都係非常有效嘅。第二，一定要限制社交媒體嘅使用，甚至直頭暫時停用嘅。第三，非常重要嘅就係而家現代嘅小朋友都冇一個好規律嘅睡眠或者休息嘅時間，健康嘅飲食、心理健康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我總結一下，焦慮問題可能你係完全冇辦法避免，但係我哋可以透過唔同嘅渠道，例如理解啦、支持或者啲正確嘅策略去減少佢嘅影響。家長唔需要覺得你係孤軍作戰，因為你可以同學校去合作，而且當我哋共同努力，咁先至可以幫你嘅小朋友創造一個更加健康、更加快樂嘅學習環境。咁各位家長係咪曾經發現過小朋友或者有以上我啱啱分享嘅情況呢？歡迎你喺留言區分享你哋嘅經驗。如果你認為今集嘅內容對你有用嘅話，俾個讚我，分享俾你嘅朋友，撳一撳鐘仔，我哋下次有新片可以隨時通知你。歡迎你訂閱我嘅頻道，我係英國 Leo Sir，拜拜。